国际消息，咱要来看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进前讲，制造高阶晶片唔但牵涉人工智慧的竞争，嘛牵连美国的安全。中国若是入侵台湾，会严重威胁到全世界先进晶片的供应链，冲击美国科技领导地位甲国家安全。有学者建议，台湾都爱用晶片的这个优势，积极甲美国来沟通。 台湾伫全球晶片供应链有重要角色。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进前伫接受访问时，搁再讲到台湾问题，讲高阶晶片的制造唔但牵涉到人工智慧的竞争，也牵涉到美国国家安全，对着中国入侵台湾的可能性感觉烦恼。 Yeah. If China invades Taiwan, what happens to the world? Well, if they were to invade in the near term, the world would be cut off from advanced AI chips. Currently, 100% of advanced AI chips are made in Taiwan. 马斯克认为，台湾 AI 晶片有关美国国安，美国需要加紧伫国内生产来保证国家安全。学者分析，台湾应该以晶片领先的地位的优势，尽可能凸显台美共同利益，正做谈判条件，积极甲美方来沟通。 台湾在这个位置上，它有很重要的一个地缘战略上所扮演的角色，环绕着川普的这个美国优先，要把制造业包括晶片。 这个整个产业链都能够移到美国的本土。国防部二次公布，相信查到9架次强机、10架次强舰强船进了台湾，有过中国2台的发射运载火箭，经过咱防空识别区。为了反制强军威胁，今年的汉光演习也以2027年强军可能犯台为设定，加美国前印太司令戴维斯这人的警示时程表符合，引发讨论。 2027年，习近平可能寻求4连任。那在军事上是中共，就是军改10年，以及中共建军100年，所以变成一个政治军事交相影响的一个时间轴选项。台湾把握时间，强化自己的防卫能力，不仅是可以确保国家生存，而且可以展现自助人助的这个特性。 深化台美外交，驻美代表吴大雷出席世界大商联合总会活动，讲到台美伫包含打造飞航供应链、确立 AI 主导地位、军工产业这面向应更加密切合作，并且推动避免商战扣税，也有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协商谈判等，希望双方继续努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